中甲你拜托恳求啦，请伫电视机顶后边的朋友，请咱高雄市的媒体小姐先生主持公道，你们的第三公权力，拜托告诉全国的人民，高雄是一位国民党用中国共产党方式执政。我继续咨询了。主席啊，甲你恳求来，一下好不好？时间限完一个好不好？免啦，袂瘾欠这钱嘛，我们就看着办嘛。互你这点看我黑了得。李弄东，没有，我要的。来，我跟你讲，我没有时间听了啦，你知道吗？来，这个是韩市长，你跟那个张善政的声音没有出来，你也放吧，你一面放我一面讲吧。那么第二呢，就是大家都担心。我说明，那我先前提过一个观念，张善政是韩市长的国政顾问，总召集人，条件跟韩市长一起在召开这个国政的说明会。这才是关键。市长同意啦。那张善政啊，表明说当你的副手啦。好的地区。所以今天我要让出来，就说让你看看你的副手动机是什么样的乱七八糟。那个时候非常辛苦。他说的上学优教住宅，也是现在。我相信你坐伫边仔拢听无啦，我看你的标准拢听无啥有啦。叫做优教住宅。不赶快啦。好的学区。你讲啥？你在高雄市民听话吗？好的学区。你当做我们高雄市民是笨蛋哦。迁户口。就可以，我们都不是那么笨啊！不要移民。名正言。大家要找地方住，住的条件是年轻人结婚后希望生了孩子，在好学区住，然后在那边住下来，不用再来再去，不用迁户口就能好学区就读。你们在讲什么消话啦？没人听有啦！你知道这样的论述是违反的。好，咱即马看到的是高雄市议会民进党的议员为着要求这个市议会副议长爱互伊过5分钟的时间，双方为着这件代志一句来一句去，大家拢唔认输。难道还有坏学区吗？好学区，你们的思维是干嘛？另外，同款嘛是在点上心要来关心普悠玛冰车事故。这个月30，也就是下礼拜1，法院特别开庭来审。书记员尤进中在起时特别开记者会，讲伊绝对无超速。既然地检署有上新的回应，讲会甲相关的行车记录器、也个电子记录，才系证据公开伫咧法院，用证据来证明，要互大家当了解事实。针对尤进中伫咧法院外口讲家己的意见来辩解，既然地检署嘛表达遗憾，讲也是尊重伊的讲法。对，大家都知道我是2线资源1线，那平均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调查报告，这一年我是执承了73次，所以平均是5天1次。那当时我在接受检察员的指示做故障排除，所以当我回头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对，速度是比较快一点，对，但是绝对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什么140，因为我身为一位驾驶员，我首当其冲，在机车头的最前端，不可能拿我自己的生命和全车旅客的生命去开玩笑。重新调查跟补强，那今天给出去的资料是谁给的？那你相对你在调查，你还是从这些给出去的资料去调查，那还会有什么的新的发现？就像说，假的资料、假的证据，能做出真实的报告吗？就像江大检察官在6月6号侦结记者会，他说了一句：6年来，台铁让台铁的乘客暴露在高风险。那是只有让台铁的乘客暴露在高风险吗？上面还有谁？上面还有乘务员，有司机，有列车长，有清洁人员，还有参旅人员。所以江主任检察官讲了这样的话 ，Who cares？ 林佳龙部长，你听到了吗？苏贞昌院长，你听到了吗？蔡英文总统，你听到了吗？
今天行政运转管理上的缺失，今天行政潮旧的缺失，这不是应该是法治国家的守门人、检察官积极的任务吗？其实到今天，我自己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是最接近事实发生的人，但是我要求调查对我有利的证据，不是不见了，就是撞坏掉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其实事发之后就是一直哭啊，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走的不是我？就是1年来，你几乎就是不是哭就是睡嘛，因为可能是服药的关系，对。因为只要每次想到，就会非常的难过。因为那种痛是连呼吸都会痛，我就是很怕记者问到我这样的问题。这种痛，锥心之痛。好，其他社会消息要来关心抄水表人员占人徛过过门的狗仔，代志发生伫咧宜兰东山乡这栋透天的楼仔厝，厝主甲狗仔绑伫咧门骹口，有一个抄水表的人，抄水表抄煞随走，也毋过出力伫咧占门骹口这只狗仔骨落去，桥倒摆弄狗仔，事后厝主调监视器发现了后，阵甲代志曝伫咧人面前，一寡网友气袂做的，讲查水表的人伤过超过，厝主应该爱提告。防疫所的人知这个消息了后，嘛讲会主动追查，上少罚1万，上济罚5万。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昨下晡台北市宽和南路一段发生一件事故，一只计程车弄到一只发财啊！事当时，这只计程车因为弄一个真正力，规个头前板肉拢歹去，60多岁运将当场无喘气，昏迷数字是3，甲他也搁伫咧病院急救。事故原因，即马警察嘛当咧进一步调查。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做伙将客运车的司机拖出车外来做 CPR 抢救。看到车祸的现场，规头壳拢是车体碎片，客运车的车头拢总冒起。速度很快，可能他晕倒了或者怎么样，才会踩油门踩错。意外就发生在25号下晡3点外，台北市万华区宽和南路一段。当时一台客运车向真高速来弄到头前的货车，弄一个真大力。毋但客运车弄甲真严重，司机当场失去意识，互人弄到的货车油箱嘛互弄破，规头壳拢总是油。就油箱啊，就直直过来，从我的侧面直直撞过去啊！车是很快啊，我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我是直行车，我也没有办法闪的啊，我只有直行而已啊。向的这一弄，货车的司机嘛毋知影意外是安怎发生的。好佳在车顶的3个人拢无要紧，客运车司机伫咧现场是无喘气甲心跳，送病院急救了后，目前昏迷指数是3，也搁咧抢救。详细车祸的原因，警方也搁咧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就进一步来了解代志发生的原因。继续来看到这个画面，发生在台北市博爱特区总统府的头前，发生旅行车弄到头前车危险的车祸。一只旅行车强弄位头前，弄到3只当咧等红灯的奥多摆，刷落来，搁再弄去台北宾馆的枪位啊，才停落来。原来旅行车的运将样型举起来，拄啊好是下班车上介济时间，害附近的特勤人员也有警察拢足紧张。10几台机车伫等红灯后1秒。民众惊一个叫出来，赶紧落车，看到后壁一台银色旅行车弄到伊。想袂到刷落来旅行车，佮继续吹油门向头前冲，几落台机车互拢甲倒去，旅行车一直到弄到枪位啊，才停落来。
救护车赶到现场，机车倒开片，迄台银色旅行车就停伫路边，引擎挂猫落，车窗嘛破去。在那边停红灯，然后我们刚好都停在他前面，然后他就一开始是轻微碰撞，然后后来他就踩油门。23号晚暗6点外下班时间，伫博爱地区经福门医院，一个姓陈的驾驶雄雄扬行压起来，弄到头前伫等红灯的机车，刷落韩道路为正平拍，到过机车才弄起哩抢位啊。他人下来的时候就没意识，他应该算生病吧，还是怎样？好佳在互弄到的3名重伤有理，敢若受到轻伤。40岁姓陈的驾驶本来就扬行的病史，这回是头一届伫赛车的时阵压起来，送去病院了后无啥要紧，不过扬行造成车祸弄到别人，未来上好也是先评估家己身体状况，才搁赛车出门较妥当。记者综合报道。警察抓到这个宗教集团，虽然有经过内政部许可设立，也毋过涉入的主嫌牵涉到常常用宗教的名义，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叫信徒黑白拍人。成立10多年，咱台湾有3个道场，若中国大陆有2个，会员算的有90个人，其中互人拍的被害者上少过才2回，上介济过80外，查甫拢有。主持人叫涉入的负责人，信徒拢叫伊圣庙，下骹有90个干部负责决定政策，甲人洗脑，心甘情愿互伊拍，嘛互检察官抑有警察拢料想袂到。这个姓林的查某人，就是信徒讲的圣庙阿母。信徒相信因的身体内底有无好的物件，必须要靠着肉体的折磨，才会当赶走歹物仔。日行一善，大家做伙来面册顶，信徒定定做伙参加活动。不过检警调查，这个以中华北洋四季灵宝圣道会向内政部登记的宗教组织，大约伫咧民国97年来成立。除了主持人，下骹阁有几个自称是山寨干部负责决策。台湾有3个所在，中国大陆有2个所在。伫台湾的成员大约有数十人，但真正的人数应该是超过100人。以类似驱魔来招请信徒。以家庭的形式来入会，成员对2岁到80岁，查甫拢有。其中一个所在伫咧大理的道场，厝边讲，顶个月敢若听到厝内有人伫冤家。以前都是一些宗教的会来，宗教的。对，那一次晚上来吵得很厉害，我们才知道，都是有小孩子在大陆啊，说眼睛瞎了。警方表示，根据现场查扣的证物，这个集团家己定各种的教条，包括袂当借圣书的特权，袂当无举手报备，袂当对神父无礼，袂当怪罪神父，袂当无视神父家己想问题，甚至是白饭袂当加碗，等等离谱的规定，信众互相来监视甲检举，若是有违反，就会互认为体内有恶魔，集体来甲拍，至少有5个以上的家庭受害。这些信众是如何一个一个加入的？目前看起来都是家人一个带一个的情况，但是却有家人脱离之后，没有将其他的家人一并来带走。目前检警已经查出，包括死者在内有10几个人受害。不过，到案的人员当中，也是有人相信家己是互神父来附身，才会听话来行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喊呱呱，台南一个姓张的乌子桑，为去年10月开始接到青军的查某人打电话给伊，含伊讲一寡有空无顺的，有诶无诶，佮照三顿甲伊问好。有时阵一工卡2-3通，慢慢骗熟悉，阵啊收伊做客孙啊，煞来开始讲要替乌子桑纳钱，骗大条的现金。该在要领钱的时，行员反应真紧，骹手嘛真猛，赶紧报警察，70外万才无互人骗去。你应该是去用骗伊啦。无，你啊无你较等下带我来交付验。无啦，毋是用骗的，我算我家己一个人尔。老乌子桑徛伫个柜台前，看到敢若真紧张，伊嘴唇阁滴滴嘟嘟解说袂清楚，安尼嘛，互边仔即个警察感觉讲代志有蹊跷。可能有人甲你喊讲你做啥歹代志，啊无你等下带我来交付验，我甲你纠正过，无你若去用骗伊，迄70几万是你的迄落来汇款钱呢。对这个现金的用途交代袂清楚，警察就一直甲苦劝，才来突破老乌子桑的这个心理，听伊慢慢啊讲来。伊这样子在讲，毋是假话哦，啊，这毋是啊。代志就发生伫咧台南，从这个去年11月开始，这个老乌子桑就常常接到一个无熟悉的查某打电话来，伫咧电话内底，这个查某敢若亲像真关心乌子桑食有饱无，穿有烧无。而且佫叫迄落真幼稚的声音，安尼互这个老乌子桑决定要甲收伊做客查某孙啊。不过想袂到今年的9月，这个查某煞竟然讲有老人年金的通知书，要来甲斗办理相关的手续。
拢总爱交73万。老乌子桑阁就是讲是真的咧，就安尼一步一步踏入伊的陷阱。刚好派出所的电视上面有台中也是因为有老人提领大笔现金诈骗的手法，那提款人才恍然大悟，也是遭受了诈骗。经过了解，这个老乌子桑恐惊是去拄到最近上流行的迄款会讲诉贿的5期型的查某囡仔。因透过长期和这个单身的老乌子桑建立信用关系，若这主要是要骗伊的现金。即马这个诈骗手法，逐项都有，想尽办法要甲人赎。加在这个银行的人又去发现到，紧来报警处理。老乌子桑的汇款钱才通补条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看到这个贼仔惯势用吸招，结果功夫伤过落贼，互人笑。这个贼仔不闪时咧做贼，拜二下早来到台中沙鹿一间业半仔机的店，摕吸招来吸机台内底价值上千块的拿价喇叭。不二个敢若是因为吸招无够力，本来几秒钟可能就偷摕到，伊加用几落倍时间才偷摕到产品。偷摕过程嘛拢互监视器翕到。当事者甲画面分享到网络，一寡网友讲做这款代志本地就是毋对，佮警体讲这个贼仔是戆贼。监视器画面内底，一个查甫人60块无顺利夹到物件，后一秒竟然对袋仔内底摕出吸招，对着玻璃展开吸星大法，想要将内底物件摕走。可能是吸招无够力，铁鸭一时啊变倒平，一时啊变正平，甚至伫咧空中射一个，都是无落伫咧空口，用了一段时间才顺利得手。台主将监视器画面抛去面册，有网友讲，就是贼仔伫咧机器内底行翻美，吸招嘛想无够力，真正是有够蛤蟆的贼仔。嘛有目尖的人发现，这个查甫人是偷骗各地的惯窃。来到娃娃机店，不少高单价的蓝牙耳机或喇叭都会使用铁盒装着，这些破千元的东西成为惯窃下手对象。掠红仔的机台列条继续，一家螺丝架拢会当看到，嘛互袂少人将歪脑筋动到这来。这样是真的蛮夸张的。小偷本来就是很不 OK 啊，怎么会这样不务正业做不正当的事情啊？除了常常看到直接攻破机台玻璃，甚至顺利去空口来偷摕物件，啊无就是用吸招偷摕较关键的商品。铁片贴在玻璃片挡板的上面，大概接2到3片，接一排这样子，阻挡那个磁铁，把东西吸到洞口这样子。有些人巡早上，有些人巡晚上，然后会帮忙看一下这样。因为掠红仔机台的窃案一直传出来，台主除了报警察处理以外，嘛只会当动脑筋想出对策，希望会当有效来防止贼仔一直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金门，来关心108年度联合反电力作战演习，昨日咧金门后湖海沙堡上场，早起时就真侪人来看热闹，当中有48款各种的火炮做伙发射，场面真轰动。300外公笑外，现暗国小换湖分校鼓噪卡，可能因为演习发射火炮的关系，天棚铁基啊规拢落落来，主车或者导致赶紧走出来，该在无人受伤。军方嘛赶去到现场，答应会负责到底。天一光，国军就出击，声势真大，48门火炮交发，声势真惊人。不过，现暗国小安湖分校的灶卡煞袂挡咧火炮的威力，伫咧准掉半边的天花板。就这边而已嘛。对，那就好。108年联合反电力作战操练25号伫咧金门的后湖海堡来进行，国军来展示训练的成果。伫咧300公尺以外，现暗国小暗湖分校的灶卡煞受到波及，天花板的轻钢架落落来，伫咧灶卡主家的人惊一个赶紧走出去外口。结果等噼噼啪啪的掉下来了。有惊一个无？有啊。好佳在落落的敢若是轻钢架，现场无人受伤。接到校校的通报了后，嘛随赶来现场协助处理，答应会用上紧的速度替校校来复原。虽然无天花板，但演习等于是作战，校校会当来理解，嘛对国军展示作战的精神真肯定。记者综合报道。赶紧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仔日因为东边海面水汽慢慢甩回台湾来，正方面，基隆、北海岸也有宜兰，今日天气拢较无稳定，有可能有短暂的阵雨，特别是暗时可能有一寡所在较会落大雨，也有北部、花莲、台东地区嘛要特别注意，一寡所在同款的落阵雨。中南部拢是好天，有时阵侪云。下晡一寡山区可能会落短暂的阵雨，一直到下礼拜进前。北部、东半部天气拢较无稳定，其中下暗一直到
拜五是水期上济时间，提醒大家出门爱记得查雨伞。详细的消息要继续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今日参加世界大商总会活动，针对国安会发新的新闻稿，讲中国的势力一直威胁到咱的外交关系。台湾到年底进前，恐惊也阁有断交的危机。总统嘛讲到，选举这段时间，什么款的代志拢有可能会发生，而且外交单位尽全力来帮顾这个邦谊。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总统蔡英文今天早上出席世界台商联合总会的活动，一方面感谢这些台商在世界上为台湾奔走所做出的贡献，总统表达感谢；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来争取台商的支持。而针对国安会昨天发出新闻稿指出，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因此在年底之前呢，台湾的邦交国很有可能会再调1个到2个这么多。对此呢，总统也做出最新回应。这个中国以断我们外交为这个手段哦。对我们实施各式各样的施压哦，这个是长久以来的这种做法啊。那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我们也都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请外交部门的同仁特别的加强他们在各方面的作业哈。那务必要全力来巩固我们的邦交。那至于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理念相近，支持台湾的国家啊，他们也都在各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来强化我们国民的信心。柯廷亚总统表示呢，面对台湾的国际情势越来越受到压迫，这些外交单位呢都有做详细的掌握。另外呢，针对立委爆料说有一位总统府的同仁的确在CNI购买上的确是有购买超量的情况，总统表示目前这个司法调查上面是没有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相关行政法的上面呢，一定是依法办理。以上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继续要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话题。搁差不多3个月，总统大选得要上场。今仔日公布上新的民调数字，总统蔡英文的支持度有4成多，大赢韩国瑜2成5。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义勇来带来了解。义勇。好，主观众带你关注一下哦。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呢，也只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了。而现在呢，2020大选有可能是朝着这个蓝绿2党大对决的一个情况下。那现在呢，其实许多民调也都陆续的出炉了。像是今天呢最新公布的民调，就是由品观点来做的民调。那这个民调当中呢，蔡英文和韩国瑜2人差距拉到14.4%个百分点哦。那此外呢，这份民调其实也做了根据呢民众的喜好度来做调查。包括呢，第1名最讨厌的是韩国瑜，而第2名呢是蔡英文。那我们来听一看立委对于这一份民调的最新看法。这样的民调差距可能还会更扩大。如果韩国瑜不断的制造笑话，如果韩国瑜不断的自我犯错，选举有时候自己要争取选票，同时呢少犯错的会赢。那韩国瑜他说他点破了选举的最高机密，就是票多的赢。现在看起来好像他嫌他的票太多。这个民调可以参考，但是跟其他的民调似乎有相当大的差距，可以参考。那韩阵营包括国民党部分，我们也要积极，也要加强，也要努力。所以觉得韩国瑜没有输那么多，对不对？基本上我们看到了民调没有差这么多。好，可以听到的其实国民党立委呢是强调了蔡韩2人呢并没有差这么多，韩国瑜呢是要继续的努力哦。那此外呢，其实民进党立委呢是强调了蔡韩2人的差距呢是会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韩国瑜呢会被大家看破手脚。以上呢就目前现场军状况，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义勇，继续要来关心外国的大代志。这是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经过几多年的研究，做的机器狗总算已经上市。就算也未对外公布介绍，也毋过有消息讲，可能和名车同款贵闪闪。这只黄色的机器狗会爬楼，嘛会摇头。另外，以后有可能用伫咧保全的工课，或者是斗相共做厝内代志。
对音乐领域动，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这个商用的机器狗 Sport， 就甲真的狗同款安尼遐尼活叫。经过真侪年的等待，总算伫个最近要来上市来卖咯。It's the first of this generation of semi-autonomous four-legged robots, and it does a lot more than just make videos for the internet. 这只真巧的黄色机器狗，伊的高度有91公分，除了伊的头有斗这个机器的手骨，规身躯嘛有斗17个关节，会当春秋甲真好势。伊毋但会晓行路、开门，还佫会当家己来爬楼梯，就算讲骹步小可无大在，嘛会当真紧来利用这个感测器，过来甲徛好在。Industry partners can also build their own modules for more specialized jobs. 目前有袂少公司拢真看好这个 Sport， 准备要用伊来处理较关危险的代志，也是较值钱的工课。比如讲，这个建筑工程、保安、运输物资，甚至讲这个做厝内的工课。因为这个是有牵涉到这个商业机密，波士顿动力并无公开这个 Sport 到底是要卖偌济钱。不过，知影行情的人咧讲，伊可能是甲一台车平贵。要来讲伊的效能什么款，是毋是有这个价值？迄就还佫需要时间来考验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考验要来看到2020年东京奥运剩无一冬就要上场，开始倒达时间。日本各界拢真拼死相挺，发挥创意，像讲做面床的业者嘛，杀奥运有史以来头一款叫抓帮的面床。甲过去的做法是无啥共款，互大家拢学到讲功夫有够老。因为这款的床铺也佫有床珠啊，要偌长偌软拢会使，照选手的寸尺来调整。用煞了，佫会当回收真环保，和奥运有关系的产品，这阵嘛袂少。2020年东京奥运创意搁再加一笔，进前选手村的面床来对外公开，想袂到面床的底座是用纸箱仔来做的，互外界拢想袂到。这嘛是奥運歷史上頭一站。気持ちいいですね。なんかこう反発力もあるし、包み込まれるような感じもあるので。纸箱的底座看起来敢若袂稳，其实机关藏伫咧内底，毋但有方便搬锁的优点，材质经过耐烧、风水的加工，加上来安装方便，选手会当配合伊的身悬，甲面床铺来加长。另外底座耐重会当来到200公斤，就算平均160公斤的选手嘛是挡会掉。面床看起来敢若是一个真奇怪的创意，其实是真有想法。采用的面床珠仔材质嘛真特别，分做肩胛、腰、甲骹3个所在。正面、平面程度拢无同，选手会当配合家己的需要来调整上适合的面床珠仔。除了爱困了好，要对付热天的高温，嘛需要发挥创意。尤其是开放空间水上比赛区域，观众看台顶悬是完全无掠。进前奥委会展开实验，喷人工石来降温。カヌーボートの競技会場に人工の雪が降っています。実際にはかなり水分が多くてちょっと冷たいんですが本番では暑さ対策の切り札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这个实验出动降雪机器，300公斤的碎冰角对天顶降落来，落伫人的身躯，互人感受到一点仔清凉。但是海边啊风大，会造成这个冰雪吹去别个所在，要安怎改善？目前也阁是一个问题。东京奥运的创意，搁对地面要存甲太空去。今年1月，火箭载着小型的卫星去外太空，计划伫咧2020年东京奥运来演一出人工的流星雨。另外，明年3月，钢弹的模型嘛会送去外太空，到时阵钢弹会以地球为背景，传送对外太空来的加油消息。日本各界步速进展，用各式各款的创意来将奥运炒好热。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国民旅游补助按算要继续扩大，观光局即马就拍算讲买温泉罐买一张送一张。这个你给我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虑。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台语文采
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真的人应该拢会晓讲，要过唔知讲原来这里就是安尼写，这里就是强，顶面一个强字，下骹一个力字，代表讲真有够力，真有能力，真牛。咱做伙带大家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强骹，即摆大部分拢是用来讲查某人真够管代志，真有能力，也毋过嘛有小可经体、小可闹气的意思。第二个词就是强人，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是高人，嘛毋若讲一个人有能力，会当讲有一寡功劳，互大家拢真敬重。要带大家来用一句话来激励，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即个是过去出真济强人，有一个共款的所在，就是这个强人的某拢真强骹，莫怪人咧讲听某喙大富贵。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强，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这是户籍，敢是迁到桃园，准备要来选立法委员？咱做伙来听蔡心如详细的讲法。有提到这件事情，吴主席也答应郝龙斌副主席说，这件事情会在昨天中常会来做处理。所以后来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其实郭台铭先生觉得，吴主席是言而无信，他觉得很遗憾，也很无奈。那毕竟他现在是无党一身轻，所以他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好聚好散，事情就到此为止。那以后有关于他个人的一些言行或者是一些行为是跟国民党无关的，所以他也呼吁国民党不应该用这个将来他日后的任何行为用党纪来约束他，来钳制他。所以他一再强调，从现在开始大家就是好聚好散，他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了。那之前因为蓝营的立委又在那边呛架，那现在国民党又做出这样的决定，会不会觉得国民党是一个恐怖情人？我们不想用恐怖情人来形容他，是希望说大家就是好聚好散。那既然一切都是到此为止，我们就不要再有所瓜葛。那郭先生也今天非常严正的声明说，他日后他自己的一些行径，不要再用党纪来钳制他，就是一切就到此为止。他现在就是无党一身轻。因为有人未留，但也有立委是认为说，因为之前包含跟郭董事长一些那个政治现金的往来，其实都是正常的。那因为现在如果幕僚一直在放话，他会认为说，那之后谁敢跟郭董来做互动？应该要这样子澄清一下，我们幕僚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放说，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以前曾经有任何的资助，大家应该有都发现，都是一些资深媒体人，或者是说在网络上或者在媒体上听到这样的报道，我们郭办的态度是一直都在澄清的。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对于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过往云烟，到此为止。郭台铭先生一直强调，在他退党声明也讲得很清楚，他对于国民党是一无所求，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那这些事情呢，从现在开始没有瓜葛，我们也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再提这些事，也希望外界有关于这些传言都能够到此为止。那蔡壁如顾问他其实接受那个日报专访的时候提到说，之前你们一起到中选会，然后还有就是郭董事长到新竹去跟柯市长合体的时候，这些好像都是一个安排好的一个政治大事。没有啦，其实对这个郭先生来讲，他就是一个政治素人，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那我觉得蔡顾问本身他是这个柯市长的幕僚，幕僚自然有幕僚的观察。那或许在时间点上有一点记错了哦，因为希望大家还是以这个黄健庭县长、前县长他接受专访为主的时间点为主。那因为我们的晋升观察跟每天跟郭先生一起开会，我们很清楚他整个时间点的流程是什么。那当初会去这个城隍庙跟柯爸柯妈见面，也是前一天晚上幕僚开会的时候临时起意的。那时候因为适逢中秋节，特别去送个月饼，祝这个中秋节快乐。郭台铭先生那时候也有接受媒体访问，也特别强调说这是做人该有的基本礼数哦。那基本上呢，其实在这个时间点的规划，还有这个安排上面，真的没有这么多的考量啦。你说去中选会那一场，也是那一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想说，媒体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中秋起义吗？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这个了解一下？那天本来也就是想要去了解，因为其实郭台铭先生都还没有说要不要参选。我曾经跟媒体朋友提过，就是即便我们在观察，觉得他感觉好像要参选了，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几率问题，99%要参选，可能也有1%不参选。那最后会不会发生那1%？那事后我们看到真的1%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幕僚要把这些相关的作业都准备好。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强调说，我们去中选会其实就是去了解中秋节的这个假期
期里面，中选会有没有放假，开放时间几点到几点，然后我们需要去拿一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那等待老板做决定。所以其实没有像什么安排好的政治大戏这么复杂。对我们来讲，我们思考其实很简单，该做什么事情就是把它做好，这样。因为蔡顾问他的解读是说，好像柯市长这样陪郭董事长这样，那他是不是所以才会让郭董事长对柯市长特别感到不好意思？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就柯市长有接受媒体访问，应该有听到，就是柯市长有提到说，哎呀，你那想不要去刚刚要共往北户尊比，他就来不及，所以。可以由这句话可以知道说，其实柯市长是最后一天才知道。那坦白讲，我们在这个郭董事长在决定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告诉柯市长的，所以他也对柯市长觉得很不好意思，在最后一天才告诉他，所以没有就是媒体所报道这时间点上的问题啦。那我一再强调说，幕僚有他幕僚自己的观察，我们自己也是，所以很有可能他观察这个气氛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但是呢，这是仅止于个人的观察，对，跟这个郭董事长的决定是没有关系的。之前有31位大佬就是登报联署，那是不是事前说除了王金平之外，还有包含洪秀柱主席还有詹启贤，他们都有事先告知郭董事长，就是这边说他们不会签。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澄清一下啊，其实对于这个大佬没有签名这件事情，那天去上节目的时候，我并没有自己说有2位，我也没有提到王金平这3个字哦。那其实是那时候主持人跟其他来宾他们自己。就讲了王金平，其中有1位王金平没签，那是不是还有1位？那我为什么没有讲？不代表说我就是默认，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再提这件事情。那到底是有谁没有签，或者是谁有先来告知说我不会签？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要再提了。那庆姐今天第一次就是到那个桃园八德区这边，那也就是被外界解读说是不是在为立委选举在做事情？对桃园八德还有大溪2区的观察，我们觉得这个八德的发展是比较。又跟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继续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秋天就是食毛虾季节，2019年新8万里虾产季已经起过。这个在你哥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虑。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迄代是中校节期抽好册活动，新的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代是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现在时已经是秋天啊，秋天是食毛虾季节。2019年新8万里虾产季已经起过，今年杀真济有食阁有厉害活动，嘛结合 AR、VR 假拿真的体验，互民众会当来了解海洋保育的佚佗米，杀价达7777块的毛虾岛料理。新的10月17进前，民众会当去网络参加抽奖，有机会会当免费食一道青草的海产岛。不管是翅仔鱼、香绵的花翅仔、肉质幼腻的3点翅仔，还是肉较厚的石鱘，又搁青又搁 Q， 搁到了食翅仔的季节，出产真青的花翅仔新87万里，杀出产季的活动嘛正式开始。大船入港，谢谢满载。由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替新北市万里翅仔产季来开幕。吴明基强调，今年特别规划有通食、有通啉、搁有通佚佗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佚佗。到我们的这个万里区啊，去多多享用我们的万里蟹。那一方面享受我们这个美味的万里蟹，也照顾我们的这个渔村的经济。结合 AR、VR 科技，未来民众会当到北海岸来体验海洋保育的万里翅仔活动。生完了后，搁会当到附近的店家来食翅仔料理。现在开始到过年前了，这是一个我们吃螃蟹很好的一个日子。只要大家有空，不一定要等到星期天啊，这都时候到我们北海岸啊去走走。今年上大的特色就是翅仔岛，摘出特别选的海产菜色，配上新鲜的翅仔料理，唔免8000块就会当享受。唔那安尼，从即马开始到10月17，上网络来参加抽奖，阁有可能抽到几道青草的翅仔料理。新北
万里蟹，赞啦！现场主办单位阁真大方，提供50箱熟翅仔礼盒，予民众来买，嘛邀请大家趁着散季来吃上鲜的翅仔料理。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再你给我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虑。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迄代是中校节期抽好册活动，新历9月24拜二起到10月17，迄日含代是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铺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校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觉得台湾自由多元的出版文化，应该也可以成为亚洲之光。有一些事情，只有像我们这样，什么事情都想试试看，而且不屈不挠的家伙，才能够做得到，让我们的文化更丰富、更精彩。谢谢大家。以不用手的方式，让2条弹力带穿过身体。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出生的啦？不行，我不知道意思啦，我现在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了。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我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深受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这个债你给我讨回来。叫你不要心软，养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用。听说你很擅长跟陌生人聊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帮你找吧。你很鸡婆哎！我只是喜欢看到问题被解决。你看一下你的焦虑。他跟我讲过，他压力大就会梦游。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会梦游？9月28日起，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翕台是中校节期抽好册活动，新的9月24拜2起到10月17，翕你含台是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 po 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校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觉得台湾自由多元的出版文化，应该也可以成为亚洲之光。有一些事情，只有像我们这样，什么事情都想试试看，而且不屈不挠的家伙，才能够做得到，让我们的文化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谢谢大家。以不用手的方式，让2条弹力带穿过身体。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出生的啦？不行，我不知道意思啦，我现在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了。周六晚间8点，综艺3国志。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英国苏格兰这间鸟仔收容中心有一只智力红鹤，拄出世的时间50公克，落尾保护人员真注心甲伊照顾，即马慢慢大只。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重大新闻。